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欢迎收看《暗巷风法》。今仔生日呢，可以搞玩具10分多。对于小妹嘅可以玩上户嘅人工头嘅，到细仔嘅可以到天子嘅游乐器。但是睇以前，生日呢可以搞玩具冇咁多，米啲玩具攞即個用數做。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，係來自屏東聯絡嘅郭東陽先生。東陽講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係對屏東聯絡鄉來，按到郭東陽。東陽睇講，今日帶來按到嘅通告。其實我睇啲項目嚟講，呢個通告，從我哋有啲嘅玩世有搞過，但是我實在唔知而家合法樣嘅名，可以我哋先搞我哋講呢個通告，即個合法名好冇？我相信電視前面幾多人嘛唔知講，呢個東西官員會講啦，譬如講我哋竹蜻蜓，但是合法樣我講咯。係，也都竹楊米嘅，好，從也都竹楊米。竹楊米嘅，好。係啊，那竹蜻蜓啊，吼，那客家佬按到竹楊米啊，咁樣咯，我哋萬世最有教過都也係。按到竹葱嘅。竹葱嘅吼，係啊，也都用竹塊嘅去做嘅東西。而家都用竹塊比較方便啦。好，家下例如啲，也咩？常常我看到人家喺做，一樣都乜嘅啊？然後就竹籃嘅。竹籃嘅，因為以為會香，各個戲會各個做，還有鴨咯。係，按到瑤骨。瑤骨，因搖嘅時候，如果個太散，其實我係做嘅啊，個盤啊，用個泡嘅啊，上如果個太啦。因為國語很多波浪鼓啦，但是客家很多瑤骨，吼，前面好多嗰度客家，因為國語很多竹蠶，客家都出隻飯。唔係，我哋竹蠶。竹蠶嘅，你以為有嗰種蠶味嘅聲音嗬？係啦，湯風來嗰種夏天嘅聲音咧嗬，而家拿嚟教最好。對香港人嚟講，一早晚佢會發出嚟嘅聲音。咁樣咯。叫呢甘樂啦。甘樂係有人講做嘅甘樂，有人講係做陀螺嘅，但是又係個進步嘅樣嗬。係啦，幾棒嘅。對香港人嚟講有秘密嗬，嚟係要幾片咯。有一個冇看過呢，有乜個東西啊？以前啊，如果拿虎蓮梳子，虎蓮梳子，我都擀一皮，是把盆土嘅，戳喺前面，如果你綁嘅剝嘅去，如果你鬆嘅出去如果有啲彈性啊，也萬世細妹能鬧哦，係啊，總冇要打細妹，生意要貴睇，打意要貴通，係啦，萬世吼，如果看到有條細仔，會讓你去撩細妹，如果你切邊啲嘅。擀咩皮啦，吼，冇攞嘅冇攞牛眼嘅鹽啊，吼，攞啲薄嘅啱啱可以通哦，還有幾咯，幾位有乜嘅？一號就乜嘅呀？係，一號就麥麻蓮啊。麥芽蓮，哦，係啲嘅。以前做乜買麥芽糖嘅鹽，你會嘢有嘅，好。咁嘅係咪幾乜嘅？也係以前買番薯嘅，喺度番薯啦。番薯啦。以前的人吼，其實一定夠聰明，你會利用自然的東西去做出無營養嘅生意。有無營養嘅生意，其實就會代表無買嘅東西無營養。譬如講，又係買番薯嘅嘢，嚇，佢係買麥麻糖嘅，買麥芽糖嘅，麥芽糖的。其實也有兩個作用啦，麥麻糖嘅是有。以前如果熱嘅時節，我哋鄉下啊，有糖多嘅時節，如果拿嚟快動快鐵啦，快嗰啲啊，中波嘅嗰條，拿嚟調膠啊，膠麥麻糖嚟食啦。從我話先學，其實我一年紀地波又學，我已經有到地方嘅東西我都冇看過嘅，但是又會竹葱嘅，我哋都蠻有印象。因為像我哋葱嘅吼，萬生用個細奶都愛搞葱嘅啦，吼，如果我哋殺嚟殺去，嗰時萬生入學以後吼，一種竹葱嘅都一天會用，係對於上面嘅嗰個啦，佢哋都會搞咁樣嘅種。唔過也係，要竹葱嘅吼，我發現有啲機關啦，又係可以拆兩條，也可以做一下條嘅，吼，嗰種連續嘅嗰種姿態咧，係。一遇到件事，講樹木按好，都前面
割一啲，你要变一条的，也系两条的，也迄一条的，也系一条的。伊要割牙啦吼，你要恐用一条，啊，只是吼，迄割的时阵，我拿恁刀的啊，你行我割刀，嗰种啊，你做安尼啊，接的吼，这样你不好，好简单。啊，伫东阳身上有睇嘅小学有教，从小学嘅教法，细粒个好用嘅同教啊。同教吼是我可以按年纪啦，伊迄吼个细啊，你有个细的东西，啊个大你有个大的东西。个细人的大部分系教用的。教的你唱嘅吼，安尼纸的陀螺啊，弹落啊，叫你个简单啊，叫个安全，系个安全啊。因为安尼唱吼，安尼风火轮啊，安尼以前都用旧式的，烤笔边啊大用扛，啊用嘅安尼皮料推的啦，嘅熟的啊，啊无你父母来推熟的，哦你穿过去啊打结，你可以教。哦，啊，個工人級嘅咯。係，個工人級咧吼，你做嗰個吼種竹杉啊。竹杉。係竹杉啊吼，叫你工人級咧，因為佢吼要穿，哦，要話要打結嘅掉。從頭講下竹杉，一兩兩係乜嘅做嘅呀？佢啊吼，你廢樹嘅東西，係門簾嘅啊，有時人家門簾吼做嗰個竹嘅啊，係啊，你廢樹嘅，你做嘅咧，啊中間咧，你揾到松膠。中藥店有人賣啦，做乜用松膠啊？松膠發出嚟上人用，像機械嘅耳線嚟嘛，係耳符啊，即係你機械嚟啊，攞用安尼哦松膠，啊冇發出嚟安尼上人啦。好多東人睇過，同人講到一個重要嘅東西，你講做乜嘅竹杉嘅會發出聲音，唔係也會發出聲音，也係一個共振嘅地方。而這次發出聲音嘅地方係睇也會中間有一啲松膠。松膠吼，我哋講松香嘅東西，睇中藥店乜乜都講到松香啦吼。一種東西摩擦以後吼，伊本身都會發出聲音，啊透過也會共振和吼，如果把聲音變得過大，竹杉嘅其實發出聲音喺也地方，嗰時也會頭都講松膠佢重要，和嗰種我哋配嘅東西嘅話，也聲音都冇按講。冇按講，係冇按太重啊，冇要重，啊唔過你。聲音夠細啊，夠啱吼，夠啱嘅聲音。我看安尼聲音吼，真是因為其他產品應該冇按到嘅，係啦，差唔多嘅。係，但是吼，夏天嘅時候如果燙到安尼聲音，係，如果感覺到哦，嗰種幾涼哦。嗰時我安尼幾冇按到產品，都自己做一啲做產品來自己來香一下。佢係他講嘢幾啲嘅啦，有喺度做嘅楊米嘅，做楊米。做楊米差唔多一太聲音就可以學講語面咯。呀吼，其實要顏色，人有法度，因為叫要燒，因為做個片片吼，啊燒嘅中間燒中間啊，啊人係熬，因為你用火啊，個細啊，佢可能會碌到啊。會碌到吼。啊，以前我有啲想法，都講，做乜嘅東洋個唔會想愛保存安尼嘅東西咯，因為萬事都。就講生意嚟旺，我哋最好教下啲東西，教到太年咪冇記得咧。係啊，講到教到一條線啊，教到一條線，到時都壞壞。係啊，你暑假時就你要三星嘅嘢喎，你要河巴啦、潮水嘅啦，哦，啊無米線嘅啦、釣魚嘅啦，哦，釣蛤蟆嘅啦，就你要教。係啊，更加咯，如果你有限，你要做一啲18呢好教嘅東西啊。跟我想到嗰其實我哋更加。可以買現場嘅嗰種玩具按多嘅呀，做乜話想去保留安尼古早嘅嗰種。更加吼，塑膠東西按多，唔講幾安尼啊吼，喺擺對喺擺沙威嚟講啊吼，真是吼安尼，為處理方面啊，該快處理啦，塑膠嘅啊，安尼做嘅東西呢，唔抗舊嘅，吼，又可以抗過舊，吼，甚至可以上百年啊。做嘅東西，你看以前呢吼，傳草木啦一條，都可以上百年咧。哦，啊，你講唔可以咩？啊，你少少啊，你可以啊，你做嘅東西，哦，你防線啊，你冇乜嘅東西。嗰個塑膠好唔環保。係啊，塑膠都冇環保啊。做嘅東西夠環保。但是問題係做嘅東西本身冇按到變化啊。而家種塑膠嘅東西，吼，你變色啊變慢嘅就夠好啊。做啊，唔係你可以去上色啊。上色落去都可以啊，你抹個色都可以啊，又可以失色啦。佢唔像睇個時候要睇做幾種義工，吼，你怎麼搞呢？
教新人来做安尼同教。甲新人呢，伊开始接触到安尼东西，伊可以接触个东，伊可以接触嘛？可以接触啊，睇本就改欢喜，因为人家喺国小教啊，都3、4、5、6年生，每年生教嘅东西都无重要，啊，因哋做好嘅，因哋都像唔嘅风火轮，因哋要教嘅时阵都转来转去，啊，有我安尼2个人要上拼，看卖伊咧，个结骨团结安尼2个人可以上边。其实我发现也係聽嗰陣鬼古早嘅同教地步，伊哋鬼重要嘅東西嚟講，更加嗰陣咧，能講現代嘅環境鬼少可以互通嘅，但是我哋以前嘅同教，伊天要同朋友共我教，嗰度東西如果譬如講我哋米大節啦，如果伊接來接伊啦，伊養朋友嘅啦，無論講我哋嘅獵牌啦，如果打伊，頭先講我嘅風火輪。如果2個人就安尼記來記去，無形中2個人嘅嗰種互通感情幾好，更加新人嘅嗰種東西都即刻在打，即刻在教，嗰種同嘅機器在教養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東陽哥帶來幾多嘅東西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後再來看其他更好教嘅東西。嗰時，如到米家去調查，以前咧留下來乜嘅東西，因咧以前教嘅乜嘅東西，老人家如果講，如因讀咧咩，讀咧有失敗有影響，來回去嘅咧，如安尼慢慢嘅命，慢慢嘅上用嘅做，你做出來嘅。分享過來暗象方法，各位觀眾朋友能彈，係書方拿係乜東西？不能彈一下。東陽哥，你係乜個名啊？啲名係我哋雲寫啊，客家嗰度滴滴答答啦。滴滴答答。新人咧下注啊，唔使當注。你哋面場講啊，變來變去，呢個樹啊，行亂咧。滴滴多多，阿婆是太有腦，又叫唔出去啦，但是明天睇嘅又唔同。但今日東陽哥帶來嘅東西裡邊佢有興趣都講，伊都會嗰度會發出聲音嘅東西。譬如講夜尾，頭先我哋講夜係乜嘅？乜麻啦？咩啊？番薯郎。番薯郎，有啲以前買番薯嘅人做嘅東西。其實以前嘅銅教，我看嘢嗰種一啲銅嘅，一啲竹銅嘅。加一啲竹塊樣嘅東西，然後有嗰種會發出安尼聲音。但是其實伊做嘅時節佢有技術，睇我同人哋介紹一下，其實有一機關，如果發出聲音嘅機關係點嚟啊？也都完全都靠也竹片竹片。也提破開來，唔好仲係破開，有意思嘅黏嫩，也呢就都靠也呢打開來啦。打開來要得幾咩做呢？聲音發出聲音啦。嗰種係做嘢嘅時候，新年嘅鐵板拿到嘅時間，看到嘅時間，伊講唔一都快起嚟啊，要憋起嚟啊。講呀憋起時，一憋起，人會發出聲音，唔係講完全都快起嚟。呀，我記得我學嘢嘅時節啊，我記得佢有一擺啊，佢市場啊，連絡市場啊，有看到伊咧阿伯嘅咧買番薯嘅，伊都有一記。唔過伊喺個體上，伊喺用嘅安尼齒輪嘅啦，唔係廠係用竹嘅安尼發過來，伊喺個牆，個體上。嘛係竹嘅做嘅，從用竹嘅做嘅。但是伊用齒輪嚟去打竹嘅。係廠啦係，個體上。唔過伊嗰陣咧話我每日食，更加日食你買番薯，每日食講，唔嘅番薯人咯。伊講唔啲呢，伊做嘅都怕停落嚟做嘅啊。做嘅嗰時後來就同教係，即個學妹還是有去拜師啊？我係冇拜師咧，因為我哋頭班嚟雲西都有教過，有啲咧都安尼看到人做，自家都印象中都話有安尼建議啦。嗰時雲西全部都有教過。有啲會有，有啲冇。
然后看到的以后，你睇有提供，伊迄一啲人力很用的东西做，然后规起一起吃做，係咪？係啊係。好，嗰種有番薯人，係我以前看到番薯人嘛，係底部嗰種有鐵的用的東西。係。但你這個都變成齒輪啦，係用齒輪吼。但是如把伊用做嘅去代替嘅齒輪的部分，比如伊全部都係用做嘅做。係。好，個環保安尼。係啦。因為啊，迄用齒輪啊，吼變得按拿啊，咁無咁方便，可能要用買得嘅。咁還有我哋頭看到天嘢都講，也個頭都買嘅麥芽糖嘅呀。像麥芽糖嘅也安尼東西嘅話，其實應該講也作片嘅，吼以前都用熟嘅，用熟嘅多，吼哎呀，用我哋呢個罐頭嘅糖乾嘅，吼，佢從安尼嘅話，生意呢睇搞生意呢時節，唔攞係即個去準備安尼東西，還是講唔會先去準備好？我要準備，因為我可以拿安尼飛鼠嘅東西，個方便。個方便吼，係全部都飛鼠嘅吼。係啊，以前吼，我掃地啊，唔係用竹嘅用眼線，用眼線嗰個熬，係用眼線你安尼敲啊，嗰個敲啦，嗰個熬啦，啊可以拿個方便，啊竹嘅啊用火燒，嗰種我哋先然係用火嘅機器個燒，嗰種都個冇得做。啊，而家我喺攞筆搞啊吼，要咩用眼線嘅嗰度？用眼線嘅嗰度。係用眼線。用做嘅其實而家過快去拿到啦吼，眼線咧敲嗰個唔會啦，只是我用火行啊吼，行安尼敲啊吼，咁冇法度啦。嗰時其實你喺搞時節，嘛愛分講嘅東西好難摸啊，像我哋頭先講嘅滴滴答答，一路睇緊嘢會食得到養得多嘅東西吼，佢加一啲像人哋講乜嘢？貼片，貼片，好貼片，安尼，然後一條線咧，也應該差唔多1、2年前嘅生意你都可以學過嘅吼。係一個夾。係過去嘅時候，也未如果炒，但是我講咯，到後來真係幾好搞。好搞啦，幾好搞，因為長嘅省啊，係安尼閒無事安尼瞄來瞄去。其實我頭發現一啲東西，各位觀眾朋友唔同，也係乜個東西。佢聲音啊吼，幾好聽。係啦。好，幾好聽啊！亦係乜嘅呀？佢吼，攞到牛郎啊。牛郎。好，你掛尾睇牛嘅講健康，好，伊行路嘅時節，你話你搖來搖去，搖來搖去。係，你會發出有呢聲音。咁呢種牛郎，我還是冇看過呢。我還是咩冇看過啊？係。但是伊喺睇台灣以前會有安尼嘅東西，有安尼嘅東西係咪？我記得吼，我哋有一個太安區嘅環境保育嘅協會，佢下有做校委會嘅客家普查，你到每家去調查，以前咧留下來乜嘅東西，伊咧以前教嘅乜嘅東西，老人家都會講嘅咧，我都會。你用糖嘅咩？糖嘅有失敗有影響，嚟攰起嘅咧，你安尼慢慢嘅命，慢慢嘅上用嘅做，你做出來嘅安尼東西啦。嗰時老人家用講的咧，有畫圖本冇？冇畫圖。冇畫圖，用講嘅你都做出來。係體育嘅啦，體育嘅伊講嘅吼，我都有安尼印象啦。咁係怪厲害呢？咁我哋講一片愛用嘅去發出聲音咯。其實方法嗰多種，因為我而家做嘅嗰多種，有啲會學我有割，有啲會用畫的嚟嘅，同樣然後有咩可以做1米5嘅，安尼割，反正割來割去，都會發出聲音啦。但是也講過要呢，因為有啲人做嘅一隻強下吼。唔過我真係我頭感覺到也啊，因為我哋有時也會去個水師啊。好，去表時啫，佢一定都唔買嗰種水師嘅嗰種牛郎，嗰種銅嘅做嘅。一啲啊吼，700-800元啦，最少要700個元，太又2-3千元啦。但是你看，其實也上癮啦吼，而家嚟做嘅上癮，真係唔會輸嘅水師嘅嗰種銅嘅牛郎，而且真係可以代表台灣傳統嘅農業社會，好所用嘅東西。佢種下嚟嘅東西嘅話，嗰度。嗰套東西係咪即個路？聽過人家講，唔都曉得即個做咯。係啦，有地位啊吼，你會愛去學啦。可能人攞杯要買吼，唔過係冇嘅，係強樣會鼓勵要嚟你去做啊。好，嘅
冲击有点的上班，系咪？嘿，迄班的上班，伊免人嗰种人可能个平常嘅人讲嘛，北京话啊，嗰种东西，我喜欢的东西，相声的东西，嘿。咁，侬我做安的东西，人汉人我用安的东西哈。其实吼，头摆啊吼，安尼上班啊，其实有作用的啦。因为啊吼，安尼糖豆攞杯油安尼送啊，你知讲嘛呀？布木头的啦，修理渣的，个阿伯的来的，安尼如果拿个安尼木头啊，因为以前我买一只木头，佢贵啊，迄有一些空的时间吼，你用布的嘞，你拿出去比布啦。木头用布的啦，然后个碗嘛用布啦，以前的东西无安多啊吼。个贵，买唔起。可是其实你看，今日个人来反正讲以前的行业无吼，你可以用声音。去想的，好去想的，譬如讲，也如布木头的，好叫做麦芽糖的、买番薯的，好牛郎，甲一个通高地波吼，你最有兴趣的系嘛个东西啊？我最有兴趣的吼，你也踢球线术。踢球线术啊？要怎么的踢球线术？其实一名的迄个是甲学的啦，也系有问一个小朋友啊，一个学生的啊，问我也做出来也呢吼，你滚来滚去啊，吼变来变去。我名称哦就乜嘅，因为我哋头摆唔要讲安尼啊。我头摆讲嘅吼，迄一只猴嘅，猴嘅咧雕光光啦。以前人看到迄一只猴，啊，不过也变系用塑胶做嘅。我哋做古时以前看到，我铁板嘛看到安尼用做嘅安尼题材好成熟。其实咧人力共用啦。共用啦，因为你像我唔系用猴嘅方式啦。我改嘅硬纸板啊，嘅硬嘅按硬啊吼，要用刀嘅啊，虽然你可能我无法度做啊，嗰種係用安尼梳起嚟啊，嗰方便啊，但係如果你做好嘅咩，挖一點嘢，如果嗰啲做做慢嚟上，其實吼要做好以後哦，你可以本身人嚟挖啊，可能挖嘅 people 下吧，無論而家個某個神力女超人啊，哈，反正如挖你想要挖某個東西，挖某個東西，反正你上面挖到吼，真是會鬧會講。咁你做乜嘢係你最後嘅一個通告咯？因為也呀吼，你做好嘅啊，你即個係無聊嘅時間啦，也係個煩嘅時間，你可以一個人吼，啊慢慢嚟演，啊可能也動作，有時間吼，佢腳要會卡上去啦，哦啊嗰度姿勢啦，啊你搞啊，心情又有個開心嘅啊。係啊，嗰時啊啲東西一方面可以，即個做時間吼，可以專心嚟做啦，吼，做起以後吼，你可以用即個，讓我講啊。疏散自家心情，係啦，然後嗰種好嘅話，可以講，可以把地擺嗰度，佢出嚟嘅東西，講佢講嘅東西啦，吼，無到聲音咧，嗰種漫畫嗰度圖形吼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也係東陽哥最後嘅一個通告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東陽哥，我來講我哋，讓我去做下你嘅通告。可是等下我講我哋做下。我用壁啊，安尼壁又壁去啊，應該可以啊。也如9分啦，也如咱7分、8分啦。差唔多啦，反正安尼吼，做好高路的啦，唔是講吼，我一鬧啦，一出啦，嗰都無要緊啦。翻返過來安平方法，上一節東陽太哥講，伊最後嘅如何也要體操線術。而家係你都請東陽太哥來教我哋用嚟做體操線術。東陽太哥，做一個體操線術要乜個東西啊？係基本上有準備好嘅，準備好嘅就竹擺嘅啦，竹擺嘅，哦，竹擺嘅，竹擺是燒好嘅啦，烘好嘅。行係熬好嘅啦，嗰一啲材料呢，也要糯好嘅，一般迄啲狗啊吼是冇糯啦，都是幫學生咧，小朋友去糯啦，糯咱嚟安尼組合啦，更加安尼都東西拿出來啦，也有一啲都我哋做最底部嘅體操線術嘅足機嘅，伊啲身體。樹、臀、兩隻腳，
嘿，输同两只脚。好，咁还有喏，哎呀，洗眼线的啦吼，洗眼线呢嘿，洗眼线呢用来做乜嘅呀？因为爱固天的啊，固天，固天伊个输同脚的哦啦，，固天舒臀脚嘅吼。还有迄个洗短短的棉线啊一，棉线要有弹性嘛？也唔是弹性，普通的因棉线为做都可以嘅本身都有弹性的啦。哦，啊，也有那个梳呢，梳呢？哦，梳呢，更加呢，如爱固天呢也足白啊，因为暗发啦吼，你穿棉线穿落去又会发者。哦，好好嘿好，嗰种啊，呢更加都哦，用呀梳呢然后去捏，啊，开始做时间呢也捏身后，哦，捏好以前呢，伊咧开洗时间吼，捏梳呢都去捏luôn，哦，做呢量起呢，哦，啊话迄贴发啊吼，贴发我哋都转三起起，系三起，可是个梳呢的功能，如果你要做时间，本过好做啦。嘿，嗰個做那麼發者把它做強一啲，做個洗發一做個些。洗是嘿，哦啊，更加呢，有棉線呢，你對啊，嘿腦背吼，係兩個頭啊，你向腦背穿也因為也有扛，係。哦兩個扛，哦係兩個頭呢，你向地背。咁穿唔入去一樣咯，可以用牙冇？係可以，用啲洗人線嚟穿一下。嗰個洗人線呢，嗬，可以做兩個工作呢。係，哦你係兩個頭。哦，兩個頭，一啲穿上面，一啲穿在下。咁你那我睇另外一片可以打結啦，嗬。係，你等下哦中間嘅東西組合後，以後啊，吼你穿喺對面啊打嚟結啊。有教過太人做冇？有，老人家有咩有？因為人家吼，伊沙期啊，人家有個有名嘅政府咧推倡嘅咩嘅趕快機法，係，咁沙期一下，人哋都有人家都有三個沙期嚟做啊。係啊，我都伊呢有擺課場，啊我都會去教啦。哦，咁幾度老人家拍過跳喎？會跳，係。啊，你好誒。哦，啊過嚟呢，天呢，哦，喺啲動作啊都也有三強嘅咩吼，三強嘅足擺嘅，啊都穿也兩嘅胸下嘅，啊另外二個人呢吼，都抗嘅彈簧冇穿，哦，而家都先穿底下，先穿個裙呢？係兩強，兩強，上面穿上面，底下邊穿底下咪？係。哦，兩個人穿好嘅，哦，如伊咧彈簧嘅去扛冇穿，留嘅係彈簧。你那用穿唔錯嘅時間哦，變咧到時都頭面啊會多變，都唔會安尼頂嚟頂去啦。可是像以前生意咧，全部都即個用手做嘅東西。係啊，仲會都安尼啊。上面咧幾條穿上面咧扛，下面咧幾條穿下面咧扛。其實吼，我哋常常會講一件事情，都講，更加嘅嘅，我哋講玩具啊，吼，冇唔錯啦，佢講，吼，但是呢，其他生意呢，唔是去做，用買片片呢，買片的東西哦，吼，你變成講生意呢，唔是用腦筋去想講，有東西要用去雕，吼，買好嘅都雕好嘅，反正我你的功能都講，我把佢上副作上去。好，給衝來拿來殺，但是可以做乜個變化冇？其實更加會，人哋講我哋玩具都過喜歡嘅東西。OK， 好，記得。啊，還有啲哦，動作都也習慣。習慣係。啊，穿入去，穿上面嘅咪？穿彈簧嘅條路。彈簧嘅條。哦，啊，嗰度都也同樣也三強嘅有冇？三強嘅，同樣同前面嘅同樣嚟穿嘅兩強兩嘅個球呢啊。依家身體要變大咯。身體還唔強。身體還唔強。嗰種做樣嘅做嘅啊，頭擺真是嗰個夾啦，因為可以拿嚟做嘅，那度握前握背啦，啊轉腳繩啊，都嗰度做嘅啊，啊人都可以記咩？啊，從個搖擺哦，我哋幾年記哦，話記到便宜呢，又唔咩識假咯，話我阿伯啊拿過嚟叫我，馬水。係啊，哦，點解好咩？啊，嗰度為兩強咩都穿過去，
大咧夹。以前吼，拿的东西虽然我唔讲啦，我唔错讲，那都可以拿啦。但是有时候去隔壁个阿婆啦、阿伯妹啦，还有佢学个，係啊，你有一擺嘛係當人家去做嘅呀。伊無馬愛啦，伊都看下伊講，你買人哋筍的未？哦，搭點哦，篤點哦。係故意嘅哦，我條睇人手哦。係啊，嗰時都唔敢睇人手買嘅哦。唔敢一定拿。一穿過衣係咪都要打嘅？係要打嘅，打時節咯。啊無唔打輸恁薄嘅係吼，會挑戰。像安尼玩具哦，吼，講通告啊。通告。一般來講係一多小時嘅課啊。台本有1點鐘嘅課啦。1點鐘。係。伊啲東西都1點鐘嚟做。係，你得1點鐘。啊，有啲個困難嘅吼，都差唔多1點半鐘。嗰種幾足苦嘅狀過洗白嘅話，我個嫌。同樣唔係冇提洗白，提洗白伊嘅彈性我唔拉白。按你而家係都按到錯，啊嗰度都有數能可以搏嘅啲。搏嘅啲。係，都底下搏嘅啲。好，安尼好。啊嗰度呢，喺啲動作度，我先要嘅眼線。洗眼線咧吼，我先拗。唔能按嚟拗，因為按嚟唔係長嘅時間啦吼。咁樣又會做出來。哦，好先拗一啲。先拗安尼，拗細細嘅吼，拗3擺。拗3擺。係，安尼3擺。路邊安尼，啊嗰度都穿呀，一扛嘅。一扛嘅。做片，安尼穿過去。好。穿過去嘅，好你隻身體，要豎起嚟吼。啊穿到最順嘅位哦。最順。而家有兩扛唔係？啊穿順嘅位。穿腳嘅地方啦。減順起嚟位。哦。穿落去嘅，啊，嗰個話要隻腳，又係要扛，要穿落去，啊，要向要咁樣拗3擺，又喺拗啲人前咧，啊咧，而腳唔會走出嚟都好嘅啦。啊冇拗個踢球咯，拗個踢球而唔會停動咯，腳唔會停動嘅。安尼係啲。其實吼，我哋從東洋國嚟做時的，我都發現到，其實以前。像我哋教嗰啲東西吼，都太人家講研究太啊，都帶到嚟教嘅研究。係啦，係，睇本到阿哥啦。阿哥冇都隔壁嘅人咧，阿哥啦，吼，冇都個人級嘅嗰度個哥啦嗰度吼，如果教我哋做嗰啲東西，嗰種無形地方吼，睇下人嘅感情。係啊，都教人嘅感情都幾好。睇本到個睇人做，啊個寫人都應看，學好嘅都識得做。學我又喺度要教我哋邊人個寫。係。好，啊，嗰度也有同樣也洗眼線吼，有咩拗3擺？吼，拗3擺。一種東西吼，都變成頭先我哋講到，講添加嘅嘅，人哋講天資嘅嗰種東西啊，都冇辦法比。冇法度比啊！冇辦法比，係啊，佢冇辦法用手做啊。係。哦，啊，嗰度咧，要對人哋穿過去，啊，身體放喺中間。嗰個最主要係做嘢用嘢數，吼，力量啦，吼。係，也可以是吧上啦，啊，也會是啊，我上過咧按樣做個好安尼。啊，那個天資嘅東西咧，你都像你做好嘅，你都安尼像安尼教嚟啦。是講冇法度上個按樣做啊。也拗好嘅兩片拗好嘅咧，都可能我停動冇，我停動吼，啊，都完成咧。你係嘢咧，係強嘅嘢，伊都會快，會變。啊，可以也通作啊咧。你踢腳吼，伊要將滾嚟滾去，你停下來，有時嘅腳要插過去係啦。啊，像有啲兩個有咩可以上邊啊？啊，你邊去啊？有咩可以啊？也都9分啦，也都能7分8分啦。差唔多啦，反正人哋吼做好高路啦，唔是講我一鬧啦一出啦，嗰都冇要緊啦。其實最重要都講，我哋喺做嘅時節，我哋互相嘅一種溝通，互相嘅一種心情嘅交流，係一般我哋更加買香嘅嗰種通告，
比唔上嘅東西。係啦，無法度互通啊。無法互通，亦其實也叫過重要，嘿因為更加細人嚟搞嗰種天子嘅遊樂，嗰種器材吼，無可以講人哋可以對打。其實個對打吼，如果練，如果講係可能過熟練，還是係過熟練啦。係啦。但是人真正要我做嘅東西，就冇辦法去無法度去了解。去了解。係啊，其實我哋咪看到講，我哋咪用幾多我哋先生以前用嘅東西，做出來嘅銅鉤，譬如講像我哋以前嘅原先嘅嗰種存下來先鉤嘅啊，一東西係乜個喏？我樣講哦。呀，如先鉤，如按照先呀呢吼，如按照先輪啦，安尼練的儂樣，安尼鉤吼，用個安尼書呢呐，鉤起呢，不用去移如果銀行啊，啊個蠟燭呢，什麼嘅安尼挪來挪去啊，如果彎彎啦，嗰種移如我安尼我行。嗰時咪係用嗰種書呢，也要彈性，做通力，做出來嘅東西吼。其實像安尼東西，以前晚些時間，我哋蠻看到嗰種聲音嘅話，人送來送去，就像係咪嘅呀？係啦，你個係，哦，啊送嘅又會有生意，啊呀呢吼，同講以前呢，安尼講呢啊牛奶，哦講呢啊而家又有做個胎，又有牛奶講呢，哦，啊嘅呢用拍攝嘅有個胎，嗰種米啊吼，嘅樂隊嘅公炮上嘅時節。嗱，如果做胎形呢，呢本身人嚟教，係哦，一可以做胎形哦。如用牛奶乾呢？哦，用牛奶乾呢？佢都一定睇曬嘅啊。哦，哎呀，嘅喏，如用肥樹嘅拍曬嘅，而呢嘅綁線呢拍曬嘅啊，台天呢綁線呢啊。啊，如是染嘅吼，而你有時節跌下來唔好嘅啊，啊我個染肥樹鼓來都可以做。啊，種啊用線教嘅呢，啊送嘅去如果起曲曲。你真係幾正哦。係啊。有嗰種無腔嘅線啊，睇上嚟做嚟。啊，做我哋嗰陣時學行路嘅時節咧，睇完曬有時有個做人咧，幫人哋學行路啊。要學教要有上面啊。各位觀眾朋友，都有睇過用嗰度肥樹嘅東西嚟做出一道佢學教嘅銅鉤。休息一下，等下我哋錄下堂，都有睇過同人講應用嘅教聲音嚟同體驗。嗰時一道東西唔講最多。扛上去，唔係彈上去，叫尿彈咯，唔輸嘛冇人睇你啦。咁問題係我聽呢句，我都擺唔上嘅呀。我想都要想辦法，而呢下你啊嗬，唔係完全講按你一字一字，唔可以想我嗬，也糾結，一天到一空下，哪有法度上去？歡迎過來安平風吧，呢度傳承我哋呢古早嘅銅鉤，東陽先生而開始教嗰度聲音呢。當然睇過，從教聲音嘅話，要分咱嘅老嫩人哋睇教冇，長度嘅冇同樣。其實冇分太細啦，啊只是吼，個細我都教個簡單嘅，個細教個簡單。啊，個大細嘅種老人家唔夠一困難嘅吼，因為都一重樣做落來啦。一聽吼，係一歡喜。今日係咪同東亞聽我同人講，從聲音呢，好一開始買嗰度輸入卡唔係喺嗰度，唔會教佢買嘅東西。係都簡單嘅啦，都像吼用紙雜字嘅啦，雜字嘅，紙雜啊，都可能吼都做啲安尼怪嘅啦，怪嘅，叫做挑啦，啊無吼咧比賽，哦啊無咯，都做安尼，像伊面安尼萬歲啊，先生一天我教我要帶個樹牌，樹根咧，樹根咧，因為個帆布，以前無種人家安尼啦，哦啊帶呢都可以做一隻攞出嚟教。樹根咧做攞出嘅喲，要我做啊？哦，啊係今年要帶啊，我做未？好，做個幫你講好嘅。梗係更加都好，哦嘅。做一啲攞出嘅啦吼，啊更加係教嘅啊，如用嘅安尼紙嘅啦，免洗嘅紙巾啊，哦嘅安尼做嘅吼，因為拍攝嘅啊，都可以彩繪啊，可以畫色啊，啊畫有個槍啊，因為槍係沙皮膠哦，一條老人家哦，伊畫好嘅，我都樹放起來，我都印象哦，
还摆树叶的时间，弄树叶的时间，哦，我带出了，中我带出了本人看啦，因为人家吼树的我白古杂的，对，啊种安尼哦杂杂啊，哦啊滚滚啊，哦大伊咧结吼，你有枪伊只弄厝的啦，伊就弄厝迄个，哦种安尼可以做面，哦伊啲面都出来，嘿，啊伊香哦放出来以后。吼，啊，你大迄个包，吼，装备片，吼，啊，大迄个结，吼，滚滚啊，大迄个结啊，吼，你像伊个弄厝的耳棍啊，变头啦，吼，哦，安尼有18枪弄出来有无？嘿哦，啊，到的时间呢，你吼，也M论啊，树天堂啊，无本人看到，啊，你 M 论吼，你安尼。哦，啊有时嘿，我睇你有时间咯，生嘢伊发起哦，伊白话哦，伊愈学到哦，我睇你啦，伊愈白出去啊，嘿。还有佫同多人讲诶，也迄物个呀，愈乖诶也可以啊，佫细只个愈乖啦，佫睇只个愈下麻啦，下麻诶，嘿，愈反正伊种子啊，拿来摘，嘿，搞人哋摘啊，啊，也生人诶，佫摘诶东西啊，对因诶无乜个问题啦。嗰種雜啊吼，你可以做一隻怪。佮像安尼怪的啦吼，伊愈能雜的愈好看面咯。無啊，可以教啊，因為教啊吼，唔聽安尼是抹強嘅抹咧去，伊愈白啊，啊，你可以哦避水嘿。啊，挨特別個夾。啊，伊就個睇你啦，伊愈變啊。愈變度。係愈變度啊。嗰時嘛可以拿來避水。可以啊。所以像安尼嘅生意嚟教呢東西，是像以前嚟教生意呢，伊對安尼嘅接觸度嘅感覺都一樣嘅。因為你幾歡喜啊？幾歡喜吼。係，反正你自家做嘅，啊感覺自家做個有成就啊，你感覺個好教。而且馬上哦吼，馬上啊，人都可以規班咧20人嘅人都可以比賽嘅。吼，你唔是講我一天要買到強型嘅嗰種天子嘅遊樂器。哦，我哋希望同埋冇相信，我哋都唔可以對教。問題係有東西，我做出來嘅，馬上都可以嚟教，我可以分一啲體勢吼。咁到安尼，從日都過大年期，個過年期咧咯，係咪都做嘅東西？係，嗰過年期嘅吼，你可以做安尼。哦，老人家，你做安尼有先教嘅啊，伊哋都幾歡喜啊。係，啊，伊哋做嚟哦。你因為熬原先咩？原先對你嚟講冇乜嘅啊，老人家一定好，總可以做過嘅，佢熬個夾。像個族人嘅，我哋頭都冇講過嘅族人嘅，而家係，而家係最主要，我都發現講，其實最難嘅係哪地方啊？你愛專項，係專項同個愛學愛記。從日唔教學生嘅時節，一專項。我學生嘅即個專咩？冇，也都學生嘅冇得教，因為學生嚟講啊，嗬，我教也困難。睇本老人家都可以。老人家都可以。老人家嘛即個專嚇。伊哋會專，因為係天專細嘅，伊哋會專。因為老人家嚟講嗬，還細路拿刀嘅啦，啲嘢抹嘅，伊哋就教過啊。你要做要用過啊，嗰種對你嚟講冇問題啊。種人哋又要教老人家，又要教成人，唔講呢啲嘢講嘅。無強用，世事無強用嘅學生嘅吼，有乜嘅分配冇得教學嘅時間？有啊，新人嘅吼，我個有耐心。因為新人吼，伊慢慢嚟教，慢慢嚟講，一條慢慢嚟解釋，伊能有法度。喺睇人吼，拿出來，伊可能伊都會哦。亦都要對萬事教過。係啦。嗰時等於講唔教係等於講以這個萬事嘅時間，佢都同樣嘅一種搞過的東西，又再拿來再去重新做過一遍。其實唔係講所有嘅古老嘅嗰種銅教路係幾簡單嘅東西。其實我頭先我看到一啲東西，我發現我實在看唔出來係乜個東西。嚟，我哋嘅講嘢哟，也是乜個，也是訓練人，用嘅氣體當然體面咯。唔係，也訓練吼，用嘅想辦法，同嘅同腦筋，吼。想辦法同嘢東西呢，抗嘅當行。雖然唔難你可以按到記啦，其實幾簡單，主要腦筋係有天通啊吼，想辦法如有法度做。也伊啲書條嘅上面有記檔嘅，隔壁有叫記檔嘅，你用嘅地標上去啊，也應該算益智遊戲嘅吧？反正按多人咩一查想一下，想一下，你有辦法。對辦法嘅，嗰種嘢意思講，係叫記檔嘅，
爱去空上去，扛上去，唔要荡上去。叫尿重咯，唔输嘛无人睇你啦。甲问题係我天一記，我都擺唔爽嘅呀。嗰種都要想辦法，因為安尼啊吼，唔要完全講安尼一記一記，你想講吼，也糾結，一天都空下，哪有法度上去？咁我問哦，從也安尼東西有人天白都試出來冇？過少啦，有啦，唔免冇。誒，嗰時基本人都同我哋介紹講，也糾結等啊，一樣個表上去。好啊，哦，安尼陣間呢，你要同伊糾結表上去之前啊，安尼要想一下，因為伊啊一記啊，啊也有糾結啊，按樣誒，吼變一記，哪有法度卡上去？啊，陣間哦，你變誒吼，也一記啊，吼，伊聽到空一記落去，啊，咱慢慢誒擺，吼一記也香，啊一記也香，吼用頭啊，有無？哦。你安尼擺總開，不管伊9記、10記、20記都可以。哦，主要伊啊長度，哦，冇超過嘅，哦也大下嘅記都可以嘅吼。頭殼面都錯嘅啦，伊咧頭，哦香也香，伊咧頭香幾香啊。像五骨樣嘅吼。嘿，哦啊，人家最後一記呢，你睇開啊，哦。一夾咗。係夾嫩啦，嗰簡單開啊呢，人家夾嫩嚟吼，拿放起來，吼，你話呢，吼，啊慢慢地放落去，放喺中間，哦，安尼都成功嘅啊，哦，講落你幾簡單啦，啊其實頭腦吼係有慢慢地想安尼原理啊，9記結合得出變1記啊。都有可能，因為種平衡的原理平衡啊，平衡的原理嚟做呢東西。可是一個都唔算同教嘅，依個講係努力的一種。努力啦，啊唔過人哋話社裏面有教安尼東西啊。也就是想得出來嘅人吼，腦筋啊吼，嗰種空間嘅嗰種腦筋吼，實在幾好。係啦，嗰種路邊咧，我覺得考教嘅人啊，嗰考教嘅人咧，伊通腦嘅路個靈法啦，伊路個有法度啦。可是從安尼唔睇，從安尼同教係唔即個去慢慢嚟去熟悉，係慢慢嚟熟悉方來嘅。係，可是除了從我哋依講開始講嘅，吼嗰度雜誌嘅，我哋用嗰種書籍嘅，吼，到我哋那個種做嘅，都最尾基本算一種我哋講嘅益智遊戲嘅，吼。從安尼時間差唔多熟悉為久。哦，我好久嘅，你反正都有教細年嘅時節吼，你應教，你應即個印象，哦，上可能有乜個新咧，哦，也係講安尼以前有教過嘅東西啦。古老嘅童教，看好來好像伊咧過時嘅東西，但是其實人嘅腦筋咪係慢慢地進步嘅。我哋唔會對古老嘅東西，馬上人嘅腦筋都可以接受到我哋嘅天子嘅產品。其實今日東洋泰國同人哋講嘅，過去嘅東西係因為伊把一啲古老嘅童教全部流傳下來。啱上講法，今日多謝人收看東洋泰國多謝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。啱上講法，我哋下禮拜再見面。可是像教安尼東西嘅話，雖然呢一開始一天上出來3年，嗰種人認為童教就係聖人嚟教嘅東西，但是對東洋國來講，童教已經超過人哋嘅限制。童教除了係一種對古種人體嘅反應，還係一種神法智慧嘅變化。最重要嘅，東洋國嘅童教還傳上來環保、生活嘅精神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。